真侪人讲台北是一个好所在，所以真侪台语歌拢是咧标写讲为南部去到台北打拼，所以真侪人来到台北打拼了后，毋过说互台北变作是失业率上界悬的所在。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这个资料，25岁到29岁这少年家啊，失业率是6.13%，台北市是6都内面少年家啊失业率上界悬的所在，有7.5%。就学者认为讲呢，这台北市的工课有90%以上拢是服务业，这薪水若是对袂到这都市的物价，是少年家啊头路做袂久长的原因之一。林强的向前行，唱出少年家的心声。不过，即摆的台北那亲像已经无啥共。有一点工作量跟薪水没有呈现一个很对比的状态。今年25岁的台北人陈小姐毕业了后，第一份工课做无偌久，就因为公司规模缩小，今年正月互人死头路。现主时哪兼行销的工课，哪找新的头路。陈小姐表示，伊身边也有袂少人甲伊同款是失业的青年。根据伊的观察，部分是因为工课类型无符合理想，也有一寡人是认为待遇甲自身的能力无符合。往往在就是这一些业主眼中，都会觉得我能压低，又用到一个好用的人力是最好的。根据主计总处的资料，去年25岁到29岁的青年，整体失业比率是6.13%。过去台北市互人看做是趁钱的好所在，但是以6都来看，台北市少年家的失业比率上悬，有7.5%。学者指出，根据研究，青年族群有50%，拢是因为劳动条件伤歹，致使因离开第一份工课。台北市的这个物价水准是全台湾上悬的，伊的薪资期待水准的比其他的县市的少年人较悬淡薄。工资的水准较悬的工作机会，伫台北市这2年来有淡薄仔变较少啊。因为台北市有95%的工作机会拢是服务业。册读悬薪水价头路就会无稳定。学者指出，亲像欧美国家伫毕业进前会安排课程认捌未来的工课，但是台湾这搭并无看重。致使侪青年就业了后，才发现工课内容待遇无符合期待。伊建议失业青年会使参考政府提供的训练计划，找找新的就业专长，做有兴趣、薪水有法度接受，才有可能做会调。记者郭文曾准由新北台北报道。